和珅提过的那个人是老几？咱们大清有个明令，禁止生人殉葬，但是我改变主意了。如今皇上都换了，什么明令章典的，我可守也可不守。看到了，这就是你的寿材，虽然小了点，板子薄了点，但放足够。你就舒舒服服的躺进去，等我们二爷入葬的时候，再把你放在边上。一代大将军能有个沾杆处的护卫名将，也算是死后哀荣了。来啊，把他给我放进去。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还有什么亲哥弟兄什么的？要不要留个话？和珅的末日要到了。那可不一定。鹿死谁手，殊难预料。别忙，这才刚开始。给我盖上！二爷，我给你献计了。回府大人，中堂已经下令起轿了。知道了。中堂分头派人知会了在京的部下臣属，即刻到太庙举旗。下令。想起来了吗？皇上知道我这个脑子受过伤的，别的你都可以忘记，这个你一定要想起来。你怎么了？啊，我头疼。哎，皇上，小人这就去和珅府了。急主上之所急，忠心可嘉。去吧。
这，哎，今天都送什么菜啊？哎，都是好东西，咱也吃不起。哎，好，十公主，谢十公主搭救。起来吧，你们退下。河中堂把风声公子送到奉仙殿去了。干什么？去当人质，恐怕是有去无回了。公主有什么需要我去做的吗？现在恐怕什么都做不了了。公主是太上皇最心疼的人，又是当今圣上的妹妹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们都是至亲骨肉。至亲骨肉，世上哪还有什么至亲骨肉？我身边的人为了自己，兄弟可以相残，儿子可以不要，谁还会听我的？今天我能够救你一命，也算是圣造气急浮屠了。你走吧。有一句话，不知道该不该讲。都现在这个时候了，还有什么不该讲的？河中堂恐怕很难自保了。我知道，但是，在通州码头一案中，公主和风声公子曾经出手搭救过皇上，这件事情在下可以作证的。算了吧，就算信送到又能怎样？河中堂企图另立新君，这是要以叛逆罪灭九族的。石哥哥放心，在下一介黑衣侍卫，虽说是微不足道，但是只要能在皇上面前进言，我就一定会去说的。有一份力出一份力。你不用报答我。我这也不光是为了报答你。那是为什么？我说不清楚，我只是觉得亲情无价吧。是我。你怎么又回来了？我就觉得你要出事儿。你怎么知道？这儿告诉我的。刚才不知道为什么，我这脑袋呀跟被人拿锤子砸似的，梆梆梆梆一下一下的。哎，咱们走吧。消息我已经带给皇上了，就是他们说八爷要当皇上那事儿，我没提。为什么？我要说了，皇上还不让我带着人把八爷他们那伙给灭了。他们兄弟之间掐来掐去的，那缺德事我能干吗？哎，我做的对吗？你做的很对。跟我来吧。啊。你先回家去，我还要到太庙去看看。你还往里搅和呀？你忘了我是站干处的，这是我的任务。大内高手。啊，牛什么呀？好吧，你比我帅。好，哎，完事了，下午再重新黄瓜。哎呀，那可是贵在下人的新菜啊！可不是嘛。走啊！
老子专吃黄瓜的。回皇上，河中堂的轿子已经到了奉先殿。他还真的奉旨了。在里面吗？都说和珅老谋深算，朕看也不过尔。开门！是你？臣风声殷德，恭请圣安。皇上，他这是送子入质啊！虎毒尚且不食子，他连儿子都能舍弃，比朕还狠。关门！爷，再过半个时辰，人就都该来了。八爷呢？派人接去了。开中门吧。这。这些年权臣当道，我们这些人动辄得罪，已经很久没有张嘴了。其中的无奈，皇上明察。朕知道。皇上真的要动和珅？听谁说的？我们看见朱师傅带着那些当初被和珅、和林定了罪的人出现在六部衙门，也就心领神会了。别说是这些和珅的对头公开露面了，就是谁换了个眼神，常用的套话中变了2个词句，大家都会揣摩出风向来。你们都是老臣了，朕也就直说。朕今天召你们来，就是想听听你们的看法。谢皇上信任，让和珅这样的巨贪继续当朝掌权，是无天理。自古大奸大佞
如赵高、秦桧、严嵩者流，尽管不得人心，但是能量非凡。即便是皇上威仪四海，若要动手，也必须慎之又慎。只要罪证确实，就不怕什么。道理是不错，但和珅20年中枢在握，党羽遍地。所谓党羽，并非仅仅有一个恩师的名义，而是利益相关、荣辱与共的。一旦联手呼应，即便没有兵变，依然可以祸起萧墙。难道他真的是铁板一块？这是老臣10年前就写好的一份折子，斟酌审慎，开列了和珅3大罪状。皇上若信得过，老臣愿打头阵。一份折子藏了10年。土佐领求见。给皇上请安。回皇上，和珅已经去了太庙。据悉，他还招呼了在京4品以上的官员和8旗旗主。出了什么事？他要陵前宣诏。皇上，你要去哪儿？太庙。皇上三思！皇上三思！朕倒要看看那里到底是个什么场面。皇上！皇上！爷，时辰差不多了，应该都在庙门外候着。清场，这宣进，这。中堂有约，宣进。皇上三思啊！别的不说，和林还有几百亲兵在城外，如果他真的铤而走险，也不是不可能。我倒要看看谁敢对朕下手。召集9城巡防和步兵统领衙门，包围太庙。这2个衙门也都是和珅的人，这些人个个都是3科2榜、道德文章出身，朝堂上张口闭口弑君弑父，如今在大事面前，难道只有利益2个字？说句皇上不爱听的话，千里当官只为财，谁给的好处多，就会跟谁走。好啊，既然都是为利而来，为利而往，那就比一比吧。朕是社稷之主，要论富有，朕富有4海。但凡聪明些的，也能掂得出谁家骨头上的肉更多些。皇上，皇上，你也要拦驾？不是，皇上，请您去看看。朕是要去看看。我是说，请您去前面看看。什么前面？乾清门外。皇上，这些可都是原来和珅的人呐。
你们有什么事吗？皇上，臣有本要参。臣有本要参。臣也有本要参。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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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参和珅。臣有本要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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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和珅。臣参和珅4大罪：一、贪墨；二、擅权；三、草菅人命；四、操纵宫闱。臣列和珅大不敬罪10条，私输银库罪10条，侵吞关税罪10条，行贿受贿罪10条，总计40大罪状，皆有根有据。臣参和珅僭越所致，这件事只有臣知道，是和珅久蓄不臣之心的最大证据。据臣所查，和珅在西郊的舒春园内私用楠木，密盖有楠木殿一座，不是一根，不是一方，而是整整一座。其规制、图文与天家一般无二，仅此一项，即赦无可赦。臣等虽然是和珅宝剑入阁，但早已划清界限，心中只有皇上，只有朝廷，只有社稷安危，只有百姓福祉。皇上明鉴。皇上，尔等果然是3科2榜道德文章的家底。大事面前，这大事面前都知道大义当先，这很好，很好。朕心未焉，甚未焉。应该说，此谓得道者多助，失道者寡助。朕说的不错吧？皇上圣明，皇上圣明。爷，一个人也没有啊！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不会一个人都不来吧？是啊，八旗巡署的啊，他们可是收了钱的，都是金子，是条狗也不能，不是。有爷，太庙那边有你的人吗？李侍卫一直在跟进。就他一个？是。现在形势已经急转直下，看来皇上不会再等了。你现在多派些人到太庙去扣押和珅。那还要再等旨意。你们去，只要是坚持和珅的行踪，不要再横生枝节就行了。明白。相爷，
虽然朕不喜欢刘备刘使君的权谋，但是对他和诸葛亮全是权中的君臣之义，朕还是很羡慕的呀。朕是真的喜欢你呀，你是朕须臾不可离开之人呐。想也不行了，赶紧想法子。想办法？这时候能想什么办法？对了，咱们城外不是还有400亲兵呢？赶紧调进来护驾呀！啊，实在不行，保护相爷出城啊！对，快走！哎呀，快出不去了。爬也得爬出去。圣上有旨，封锁太庙，扣押和珅。弄好了没有？啊，弄好了？啊，你呢？那去吧。干嘛呢？我，你哆嗦什么？你吃烟的油子了？我害怕呀，我害怕也没用。那400亲兵就听你一个人的，咱们就剩这点本钱了。哎呦，走，这上！哎呀，马上快点！他不是死了吗？我亲手定的官，不可能！赶紧走！赶紧出城调兵要紧！给我上！我真的听我上！嘿嘿，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！啪啪！你不是死了吗？妈了个巴子的，谁死了？你去死吧！哎呀！奸臣都是奸臣，罪该万死。
先皇灵柩在此，不可莽撞。就和珅一个人在殿内。是福大人死了，那边还有一个啊。他在干嘛？吓得尿裤子了吧？哎，李侍卫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是来断他们后路的，我怕他们有援兵。这会儿没事了，看见没？摔死一个，飞刀飞死一个。哎，真行啊你，又立了一功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你们忙你们的去吧，我在这守着。告辞。进中堂一步吧。我们是奉旨前来。50年来，梦幻真。今朝撒手谢红尘。他年水泛寒龙日，任取香烟是后身。上轿吧。顺轿。
回皇上，和珅已在太庙就寝，终于等到这一天了。啊，和珅已移至大理寺，照旨意单独关押。有没有漏网的？涂左领正在太庙清点，应该已无大碍，皇上可以松口气了。这才是开始。等一下。他们想逃跑，是李侍卫拦下的。在哪儿？就在刚刚立梯子的地方。哎，你忘了？他们立了梯子要出去，我们还奇怪呢。你怎么知道在上面等着他们呢？啊，那是我。怎么回事？我当时觉得还是防范一下的好。带走吧。兄弟，兄弟，站住！站住！什么人？可是何军门帐下的亲兵，什么事？有旨意，圣谕：尔等和林所部素有战功，虽主帅得救，但与尔等无碍。朕特令府优，营中管待，节济一级，所辖兵员嘉奖1月，钦此。谢主隆恩。哎呀，这是圣上的恩典，你们很有福气啊！二位现在手底有多少人呐？400多人。有司衙门已经有奉旨，在永定门外给你们安排了新的营地，啊，你们就不用在这荒郊野外的再受罪了。换换衣服，收拾收拾，跟着我，咱们去新的营地啊！这，好，好。停！这永定门驿站已经给你们准备了午饭，你们就不用再治国驾灶的啦。谢我大人。去吧。皇上恩典，说你们这些日子风餐露宿的挺辛苦，手心手背都是娘身上的肉，都是朝廷的人嘛。所以主上特命永定门驿站给你们备了些酒肉饭菜，以示犒赏。谢谢皇上。开饭。别弄脏他们的衣服。主公，吉祥。差事办得不错。谢主公夸奖。城里的情况怎么样？
和珅已经下狱，这抄家之后，马上就是大清查、大洗礼。现在啊，这上上下下的，闹得是人心惶惶了。主公，看来现在上至皇上，下至百官，心思恐怕全都在这场大戏台上。这就是我要等的时机。哎呀，主公，高瞻远瞩。你们把他们的衣服、盔甲还有随身武器都给我取下来，一人一件，妥善保管。再有身上的花名册要分派下去，要做得天衣无缝。遵命。你继续回宫去，随时准备内应。是。进城，进城。回皇上，街上已经有人在庆祝了，普天官民都在颂扬圣上，为国为民，除了大害。朕不过是顺民意，应天时而已。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嘛。回主子，和珅的府邸已经围了，是不是马上查抄？当然，一刻都不要再等。你要多带上些细心的人，给我慢慢的翻，一项一项的核，一个铜板都不能漏掉。朕要看看，这个和珅到底贪了多少。